中共将无人巡逻车投放到了科勒马一市便民警务站，正式开始巡逻。此车身高 1.6 米，长 1.8 米，宽1米，配置了激光雷达、双目视觉、防撞传感等15款自驾设备及人脸识别、车牌识别、一键报警等21种警务装备，可以实现信息全范围采集、高效率传送。这标志着中国政府长达数年的监控系统正在向其他地方扩展和传播。来自不同国家的100多个非政府组织紧急呼吁制止中共正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国际共同立场。根据人权组织联合发布的声明，包括伊斯坦布尔、伦敦、爱登堡、多伦多、华盛顿、悉尼、墨尔本等多个城市将于2002年7月31日举行以停止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为题的新闻发布会和示威活动。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努力下，分别与俄罗斯及乌克兰签署了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根据协议，各方将容许从乌克兰包括奥德萨在内的3个港口出口粮食。四方将在伊斯坦布尔成立联合协调中心，负责在黑海海域监测船只，一旦发生袭击事件，将由协调中心处理。当地时间7月22日，就英国政府的行为违反了欧盟与英国签署的脱欧协议中的北爱尔兰定义书，欧盟委员会宣布决定对英国启动4项违约司法程序。今年6月，欧盟曾因同样原因对英国启动过一次违约司法程序。联合国最高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周五在海牙作出裁决，驳回缅甸的辩护，裁定国际法院对冈比亚诉讼缅甸犯有危害人类罪行一案拥有管辖权，可以受理此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会见了来访的埃及总统塞西，这是自今年5月马克龙连任法国总统以来双方的首次会面。法国总统府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双方就俄乌冲突以及如何应对其在经济、能源和全球粮食安全领域造成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双方还讨论了中东局势、伊朗核问题和反恐问题。对于利比亚局势，双方表示将继续采取行动支持利比亚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与出席中亚领导人峰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进行了亲切会面，并共同参观了游牧民族文化中心手工艺品展览。